起来。哇，今天是很特别的祷告会哈。那我们今天呢，就放下我们身上有非常多的疲惫跟忧虑，那我们就来单单的来仰望神，大家来敬拜神，好不好？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拍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打开你的肢体，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神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神，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更有信心的来唱。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再一次将天敞开，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掌声献给我们的神。凡有气息的，我们都要来赞美他们。
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主啊，你的圣灵就在这里浇灌着我们的心。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你主。大声说我爱你。我爱你。你有多渴望看见神，我们就来大大的来开口，大大地来唱。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容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主啊，我们活着就要敬拜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你主。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活着要敬拜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你有多渴望，就大大的来唱。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你主。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大大来唱。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再一句，我爱你。我爱你，全心敬
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主啊，你听见我们敬拜有多么渴慕你吗？主啊，求你点燃我们内心最真实对你的渴望。主啊，点燃我们的内心，点燃我们这颗火热敬拜火热的心。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处，渴望能重新得力，进到你的火焰，让灰烬仍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无论高处低处，无论高处低处，重新得力，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我们的神，张开我们的口，你大大充满，神就要大大张口，神就要大大的充满。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显明你心意。我们大声来唱，是的，主，求你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点燃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列进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求你彰显大能，实质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全人带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罪，都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要亲近你。主啊，相信你要再一次在我们当中点燃我们心中的火。主啊，让我们能够恢复起初爱你的心。主啊，也求你在今天晚上彰显你美好的作为。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谢谢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孩子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和祷告祈求，都是奉靠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好，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说，今天晚上神要大大的与你同在。今天晚上神要大大的与你同在。再对另外一个人说，今天晚上神也要大大的与你同在。今天晚上神也要大大的与你同在。请坐。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敬拜赞美祷告会。好，我们从今年开始，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好，那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个台北的永光长老教会周兴荣牧师。好，那今天他也带着他的两个儿女周亚伦传道和亚拿传道，还有他们敬拜赞美舞团的团长辛怡，好，辛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先拍手起来欢迎他们，好不好？好，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感谢他们今天到我们的当中啊。好，那我们请坐。刚刚在我们前面有1个小时，好，是否敬拜赞美团的密集集训哦。好，那所以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我们今天敬拜赞美团，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好，马上那个点石成金哦，好，马上就能够上台，好，就有很不一样的展现。好，那我们要把接下来时间来交给周牧师啊，因为时间也没有很长啊，所以我们这时候热烈拍手来欢迎周庆荣周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陈牧师他们非常的用心，在去年吗？算是去年哈，去年年底的时候，带同工到我们永光教会去跟我们谈，期待我们在敬拜赞美、在祷告上能够有一起来学习的机会。那今天晚上，我们就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把我们教会最精华的都带来了哈，我们周亚伦传道，他是我们教会的儿牧的牧者，他也是我们敬拜团非常重要，是他的音乐总监在我们的教会，他也他们兄妹哈兄妹作曲啦、作词啦，做电脑的音乐哈都在我们教会，甚至在全世界的华人都有唱他们的歌，对对。那亚拿传道是我女儿，她是我们教会青少年牧区的传道的牧者，她也是我们舞团的总监，她是我们舞团的老师之一哈。所以我们的舞团老师是他了哈。那我们还有舞班，还有小朋友的，也有很多的这些指导老师啊。所以我们教会在敬拜团跟舞团已经行驶多年了哈。那敬拜团大概20年跑不掉了哈。那舞团大概15、16年，哈，15、16年。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教会在20年，20年的哈。OK。
哦，太棒了！那我们的那敬拜团大概是23年了哈，23年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永光教会原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长老教会哈，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全家来到永光以后进入了第26年这26年就看见神的神迹奇事很多很多哈，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来一起思考，来享受赞美的特权。当然，这是我主要的主题哈。所以这是我们全家哈，我们全家只有潘牧师。会，他们今天的议案有32条，所以我们要出门的时候，他刚进来而已啊。我说要不要跟我们去？他说心有期待，但是体力没有了哈。他说你们出门我就要睡觉了应该起床了哈，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中会的事很多很多哈。我们中会台北中会有99间的教会，那最近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问题，那必须要中会去关心哈，所以就用很多的心力，但我相信神给他们的智慧跟能力，一定能够成就神的祝福，所以也代表我们永光教会跟大家一起来请安。有去过永光教会的举手一下你看就3、4位而已哈，谢谢我们是在永和区的中正路上这是我们在我来到永光以后的2年以后，我们搬到大楼里面，3、4楼是我们的礼拜堂跟我们的副堂跟办公室跟我们的教室哈，这是我们的主堂这是我们的主堂在3楼这是也是我跟设计师我们一起设计把神学的含义、信仰的含义都注入在整个的礼拜堂的设计里面哈。这里不讲如果要了解，要去我们永光教会看才会讲哈，才会跟大家分享。那我感谢主，这26年来，我们慢慢的从传统的长老教会、传统的团契，慢慢的转型哈，小组化以后，那也有我们的牧养的体系，就是培育学校这2个主轴成为我们教会非常重要。让新朋友或者是资深的信徒都能够重新来过，而且很快速的来认知这份信仰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努力成就这一切。那我也感谢神透过我来到永光教会2阶段，各10年的2阶段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前10年是建造荣耀与大能的教会后10年就是到去年。就是成全圣徒力行普世宣教，这是整个教会在过去20年的意向。我们也看见神，我们不断的宣告这意向，神就成就很特别所以我们在今年第1个礼拜，我们就本来45组的小组，现在又加了8组所以有50几组的小组在运作。那我们大概整个教会，我们是完全的小组化的教会所以很特别。感谢主，在长老教会里面我们算是别人来看是比较所谓不一样的教会但是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更新，他们遇见神那个喜乐，他们因为这份信仰带来的家庭的和乐祝福，以及工作被神祝福，身体健康被恢复，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对的路，对不对？因为我们确信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晚上透过这段经文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讲台语听有无？听无台语的举手一下。听无台，你听无台语 ？OK， 好，听无台语无几个啦那我尽量讲我的标准的台湾华语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阿们。这是我们所读的哈。那个台语的，我们来读看看，来去看玛雅了哈。OK， 来，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学乐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这的路卜踮伫耶和华的厝，踮伫咱的上帝的厝的院内的，恁着学乐伊，恁着学乐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好，着唱歌学乐伊的名。因为这是真妙，因为耶和华经雅各归伊家己，经以色列做家己特别的百姓。哇，读台语的声较大声呢。OK， 那读华语的要加油一点了。OK， 礼拜三的祷告会这是一个教会很棒的一个动力。所以其实看教会的祷告会。的人数就大概知道这间教会的动力有没有足够，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思考哈。你有常常赞美别人吗？你懂得赞美别人吗？你有常常赞美别人吗？有没有？我们东方人比较容易批评别人，对不对？那赞美别人比较不容易哈。这是我们所谓被这个东方人这个被掐住哈，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以我们的信仰来看，我们都是要肯定别人的哈。所以好不好？我们来跟三位说赞美的话好不好？找三位站起来好不好？动一动，动一动。祷告会没有那么严肃了哈。来动一动，跟三个位讲哦，要看他的表情哦。来三位哦，三位。好，如果我没有说好，可能会继续那个赞美到9点半了，对不对？好，请坐，请坐。大家有没有感觉，当我们起立要赞美别人的时候，你赞美他以后，他的给你的回应有没有？你有感觉那个整个氛围不一样，有没有？好，刚才都定焦这么专注在看我，对不对？但是我们看着别人赞美他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彼此的关系就比较拉近，有没有？而且好像整个好像就软和起来，有没有那个感觉？对，所以这个赞美好不好？赞美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当然你要赞美别人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好漂亮哦，那他会说你是在攻上，对不对？你要看着他，对不对？有眼睛有对焦。刚才我们亚伦传道说的不要一直盯着荧幕唱歌要对焦，要转移一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是一起的，不是我们在台上表演，不，我们是一起在赞美神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眼神要温柔一点，那嘴角要上扬对不对？那个邪恶的灵就进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赞美别人，你肯定别人的时候，那个关系就很容易就可以建造起来了所以赞美人其实就是一种的尊荣的文化。教会要不要有尊荣文化？一定要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少说批评的话，因为批评的不会带来造就。批评只是在破坏而已，应该是肯定的、尊荣的、赞美的，这才是基督徒很重要的基因，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求神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了解。那赞美，你看，当你会懂得赞美的时候，就跟人的关系就会慢慢的把过去僵硬的那个关系，因着你肯定他，我相信他会越来越欣赏你，因为他觉得你接受他了，你肯定他了，你在意他了，我相信他也会把眼光
看着你哦，并且你知道吗？我们赞美人是在间接的赞美上帝哦，因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神创造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赞美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赞美背后的那一位上帝。就像画一幅画，有没有？拍一张的相片，哇，你会说哇，这个拍照的人超厉害的，把我拍得那么漂亮。100个人当中只看到自己嘛，都那么夸自己对不？哇，这个就厉害了哦，因为他拍的我很漂亮，其他的不管了，嘿，至少你会肯定说，他把你拍得很漂亮，对不对？你这样的肯定，这是非常好的。而且，当我们赞美人，就是间接在赞美上帝，这是理所当然。当然，更重要的，我认为赞美一定要从家人开始。好，我的年代。小时候是被否定的，都会觉得如果爸爸妈妈赞美你，你的尾巴会翘起来，会失去平衡，会跌倒，尾巴翘起来会失去平衡，所以我们在打球常会赞美别人，打桌球，然后他哇这一球好厉害哦，那等一下下一球他就不厉害了，为什么？他尾巴翘起来这心理战当然我们会开玩笑了哈，但是在家里我们真的要肯定。好，我们孩子常会说，如果你看你的孩子像猪这么的懒惰的话，那他的爸爸是什么？他的妈妈叫什么？哦，对，了解吗？对，这是孩子对我们的提醒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赞美是非常棒的，所以不只对人对神，我们也一样要充满着赞美的能力。所以我们一起来说，赞美人就是赞美神伟大的作品。来，赞美人就是赞美神伟大的作品。所以你在欣赏人的时候，一定是欣赏他神给他的优点的地方。好，那你看到他的不足，我也不足，你也不足，都一样。但是我欣赏你的好的时候，表示我赞赏你神对你创造的美好，并且因着你这的优可以成为我的祝福的话，那我一定要肯定你。那是彼此人跟人当中的这一些的一个关系的建造哦。我感谢主，让我不断的经历这一些的信仰的时候，我后来对这一些负面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这很特别。好，所以我来永光教会大概10年的时候，我们中会的总干事郑牧师就有一天问我说：“周牧师，哇，你在永光都很棒，对不对？很顺遂，对不对？永光都很好牧，大家都很和气、和蔼可亲的，对不对？”我当然跟他说对，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说对？难道这是过去10年没有风波吗？我好像忘了呢，我忘了我来永光的1个月后就遇到水灾，就遇到水灾，然后水灾后的1个月遇到主日学老师跟孩子国长，那个家长是警察，哇，说很难搞。那我怎么办？我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那一段日子非常的辛苦。一个是大家族，一个是这个警察的这个，他们2造几乎要打起来，甚至说牧师，如果你不公平处理，我甚至会去到牧师馆揍你，这样哦。但是我感谢主，1年以后，其实说要揍我的是军人退伍的，职业军人的退伍的，他回到教会给我跪下来说：“牧师，对不起，我过去误会你了。”跪下来，一个长辈哦。对，那你说，在过去的1年，我是不是可以选择离开？但是我感谢主，神就是让我这样经历他的美好多于一切的话，那这些的挑战对我来讲，我就感谢主，因为他要逼我成功，所以就把这些艰难放在我的肩头上。这是我牧会的经历，而这一些就造就了我
对人的看法，我都用积极、用光明的眼光、阳光的眼光在看人。我感谢主，让我有能够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接受这一些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其实我们在赞美人、赞美神，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本质。所以赞美神其实是我们的义务，也是基督徒的特权。如果你有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跟作为的话，那你不赞美他怎么可以呢？如果你能够亲自亲眼见到了神给你在家中的这些神迹奇事，你不能说那一些都是自然。什么叫做自然？我们说很自然界的很自然，对不对？早上太阳从哪里出来？东边。下午呢？西边，对不对？我们都以为自然，对不对？但是这自然是谁在控制？谁在管理？是我们的神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自然这巧遇了刚好遇到这个医生很好，所以他开的药方很好。不，如果你有借着祷告，你相信神帮助你，听你的祷告，你就要相信神借着内在外在都可以帮助你，让你去经历你所祷告的这位神，确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米利暗他的姐姐带着赞美舞团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他们不只看到神迹而已他们更是亲自经历了这一位神。他们看到神迹的背后就是上帝的行动，那才是关键的地方所以每次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总是要不断的回想神在你生命、在你家中、在你过去的这些的作为，你的宣告、你的祷告，你相信神应允了，你就要把它记载下来。这些的见证生命的故事，都可以不断提醒自己，也提醒你的家人，这些都是生命的故事。提醒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可以有说不完神迹奇事的故事的教会，这多棒！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回想神的作为的时候，在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对焦于神，不会观看别人对我的看法，不会的。所以为什么敬拜团我们要更火热的来？因为你要去经历，要去思考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这是必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让我们能够清楚了解这一点，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不赞美神的理由。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们没有不赞美神的理由。阿们。是的，所以我们感谢神。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诗人重复3次来呼吁赞美神，因为神的美善，他的本性、他的本质来赞美他。因为神不是严厉的神，他是美善的，是慈爱的，他的慈爱大于他的公义，所以我们才能够存活嘛。所以因此我们要不断的相信神给予我们的爱，也相信神对我们的拣选，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看神拣选雅各，他诗篇这样说，对不对？拣选雅各，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非常自私的人，对不对？凡事都要抓，不是吗？都想到自己而已。但是神为什么拣选这么一个这么自私自利的人？因为神透过他要成为一个榜样典范，让我们知道，即便雅各是这么微不足道的，是人们看不起的但是神拣选他以后，神改变了他，让他重新来看见，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是神掌权很特别从自我到交托成为神掌权的这样的一个改变，让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感谢主说，神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就是让我们可以归于他自己。这归于他自己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君王私有的珍宝，叫做归于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的，不是国家的，是他自己的。哇，这很特别，让我们更清楚，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珍宝，都是神宝贵的珍珠宝玉，这是都是需要的。所以你对你自己
怎么样看待自己，不是用别人的定义，不是你有多少的资产来谋算你自己，不是定价自己，不是的，你是神特别拣选的珍宝，这是必要的。好，你跟隔壁说，你是神特别拣选的珍宝，来，阿们。是的，所以既然是君王的珍宝，这是无比的价值的，不是吗？是跟君王的那种关系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君王真爱他，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台湾，我们也是稀世珍宝，对不对？台湾多少个基督徒比例%多少？5%左右嘛，对不对？哦，不是多数哦，不是多数。然而我们也相信，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乃是因为神特别出于拣选我们，真爱我们哈。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迦南教会来服侍他、敬拜他，在万人当中，神让我们能够知道十字架的珍贵，十字架的他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更经历他的同在哈。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耶和华神叫摩西去告诉他们的百姓，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脱离埃及法老的手。申命记7章7到8节，对，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原来我们是少数了但是因为神专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回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所以神专爱，让这些愿意谦卑在他面前的人，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赞美神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意志的选择。什么叫意志的选择？你刚才要赞美别人，刚才如果心情不好，你说得出口吗？你看，如果跟他关系不好，你有没有办法赞美他？比较难，对不对？比较难。但是我们赞美神是一种意志的选择，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心情好啊，心情坏，无论今天好天还是歹天，不管今天是病弱还是健康，顺遂还是许许多多的难阻，我们都要赞美他。这是基督徒应该选择的。好，即便你所祈求的好像没有达成，但是你依然可以赞美他。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去经历的哦。我相信，如果你信主久久的，你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赞美就是要赞美神的作为，因为我们相信赞美他的时候，就是宣告他要再一次他奇妙的作为，要再一次再 copy 一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下。所以愿神给我们来了解，当我们赞美神，就是确认我所信的是谁咯。阿们。我们一起说来，赞美神是确认我所信的。对，当你懂得赞美的时候，就是知道你是向谁来敬拜，你的生命当中是以谁为中心。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诗篇第47篇第1节，阿们。对，所以我们要用掌声，用一切可能的来颂赞，来赞美他哈。所以不要说赞美跟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如果不懂得、不认识这位神的，他们不懂得怎么赞美他。如果不认识这位神，他是全能的神的话，我们不会向他祷告。即便你向他祷告，但是你心里没有全然的相信他的话，那你祷告也觉得只是交差了事而已。但是这位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乐意与我们同住，就是表示他可以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
我们要透过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来到神的面前虽然这是敬拜赞美的祷告会，但是祷告会我觉得更重要。好，所以牧师要用接下来这段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先用敬拜赞美再次到主的面前，又开声的祷告，要进入至圣所。阿们。咱开声祈祷是进入至圣所里面，安有赞无？是哦，迄过去旧约敢若大祭司会当入面，现在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开启了这又真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应该用如此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OK， 好，我们现在要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要带进入到我们的祷告里面。好，请大家起立，跟隔壁说，要唱歌就要唱较大声嘞，来。要祈祷就要靠有力嘞，来。阿们，阿们，哇！哈利路亚！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他。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释放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赐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
地跟随你。首先，我们要来赞美神，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我们对人对神，我们要跟主说：主啊，让我开的口都是赞美的话语，是建设性的，是积极的，是阳光的。从我家开始，我要用这样的话语来造就我的家，成为充满喜乐、有主的爱的家，好不好？我们呼喊主的名3声，然后说：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为此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再一次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开口。大家开口来祷告哦，大声的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让今天晚上可以敬拜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的，谢谢你拣选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认识宇宙万物的真神，能够明白主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更让我们明白主啊，你的拣选绝不落空，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敬拜能够带出极大的喜乐跟祝福来，让我们开口都是向人赞美。开口就要向人肯定，向人建设的话语，让我们每一天都如此的活出神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也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所带出的话语都是喜乐的，都是肯定的，都是从你而来的，让我们彼此相爱。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宣告，如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今天我们读的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是读申命记13章1到18节，对不对？哦，对。那么是从这段经文看见了在申命记这段经文强调的，唯有耶和华神才是真神哦。所以如果我们违背了真理我们离开了真理，我们忘了用自己的私欲来解读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可以甚至说那都是异端，那是不属神的。所以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应该要在我们当中杜绝这样的事情。而真先知的凭据经文告诉我们，不是他能够行什么行事异能、奇事异能哦，他是说他的信息跟他的工作是否符合神所启示的为基准。而如此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唯一的真理就是十字架的救恩，阿们。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都能够经历到他的医治，经历他的帮助，经历他与我们同在的恩典跟祝福，阿们。并且我们也相信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他的人，敬拜他的人，我们信行是合一的。这重不重要？意思就是说，你在台上，或者你做属灵的领导者，你在你的家的生活，在你的工作的场合，你的信心、你的行为都要一致的，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透过今天我们的读经的计划，这段经文，我们跟主说：主啊，是的，帮助我们。因为牧师选了申命记13章第4节，他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申命记13章第4节，好不好？跟个牧师来护送哦。来，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来，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阿们。所以我们为此，今天我们的读的经文，我们跟主说：主啊，我要专心仰赖你，我单一的信靠你，并且我要遵行你的话语，并且我要乐意服侍你。这是从今天我们的读经里面给我们的这样的启示，好不好？我们举起手，我们宣告主的名，说：主，这就是我要的，我要宣告我的生命就是如此的可贵，阿们。好，我们呼喊主的名哦，不要呼喊很快，我们呼喊强而有力的呼喊，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带到你的生命，你宣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人，阿们。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专爱你，要专心的
侍奉。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所读的读经的计划里面，更多的明白你，是吧？我们愿意顺服你，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更要愿意摆上我们的时间、体力来服侍你，是吧？让我们尽心尽意服侍你，好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让我们更被别人看见我们是属乎你的。父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是100%合一的，好让我们的见证就因为如此让人看见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为万国来祷告。这几天在非洲的南部有6个国家有大洪水哈。那目前已经知道有超过200人死亡，有数十万人他们受灾害，有数十万栋的房屋倒塌哈。那这6个国家有一些国家我们懂得、听得知道的，辛巴威马拉威、尚比亚、马达加斯加，我们比较容易听到。还有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莫桑比克，我们说莫桑比克来，莫桑比克，好不好？我们为这些的国家，他们遇到了这洪水的灾害来祷告。我们没有亲眼去，但是我们确信我们的祷告神必垂听，阿们。帮助这个国家的领袖、政府，他们有智慧，也帮助这些百姓在这样危难当中，他们可以呼求主的名，就像我们为他们呼求主名一样，阿们，好不好？我们开口为莫桑比克南部的非洲的灾难这样的一个水灾，我们来跟主求。我们开始祷告，阿们。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为了非洲这一次的水灾向你祈求。这几天，主啊，已经有200多人已经丧失了生命，数十万人他们受了极大的灾害。父神，求你怜悯这个国家，这一些的国家，让他们的政府有智慧让他们百姓有智慧。团结合一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灾难，主啊，为这些死伤的家人求你祈求，求你把安慰的灵放在他们当中，也让他们当地的教会有智慧来帮助这一些的百姓，透过祷告，透过真实的行动，也让邻国的国家也唤起他们能够帮助这样一个危难的国家。主啊，谢谢你，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必成全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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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为台湾来祷告，我们要为台湾的政府、台湾的百姓甲这个政府，咱来做严重性的认罪悔改。什么叫做严重性的认罪悔改？就是说，这虽然不是我犯的错误，但是我是跟他们同在一起的，所以我宣告，我求神来医治、来赦免这样的一个罪行。好，我替他们跟主说：主啊，求你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的，这就叫认同性的悔改认罪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为台湾这些拜偶像的情况，这些官商勾结的恶习，这些的东西不属神的，我们都求神帮助，求神透过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阿们。好不好？我们呼喊主名，我们举起右手，为台湾来做认同性的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祈求你来医治我们台湾。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台湾。主，我们在台湾还有许许多多的偶像的崇拜，他们不认识你，或者他们不理你，他们听到福音，他们拒绝了你。主啊，求你怜悯他们。主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好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向他们传福音。主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勇敢地踏出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台湾交在你的手中，把政府官员交在你手中。主啊，让他们是向善的，让他们是真的以百姓、以这块土地为荣的。主，让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决策都合神你的心意。主，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你的恩典，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为
我们桃园迦南教会来祷告。我们教会今年进入了社教61周年，我们也为我们的牧者陈柏志牧师全家、我们的长职侍奉的团队，他们的灵魂体的健康、他们的工作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长者来祷告。这寒冷的天气，愿他们出入都可以平安，好不好？我们就为这几样，为我们的教会这几样，我们开口，我们呼喊主名哦，要更大声一点哦，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牧师向你感谢，让陈牧师所带领的团队，他们带着一个渴慕你的心，来每次到你面前，主啊，你都朝见他们，遇见你，让他们遇见你，并且让他们从你的话语得到滋润，得到力量，带领我们的教会更往前走。61年是一个荣耀的季节，是一个丰盛的季节。主，谢谢你，让我们桃园教会在这里不止在这里为主你发光，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弟兄姐妹去到任何地方都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主啊，谢谢你，也特别保守我们这些身体软弱的我们的年长者，让他们出入都平安，让他们在你里面能够享受你给他们的一个健康、充满喜乐的灵，帮助他们。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这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云展翅，航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把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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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最后，我们还要用3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浸泡在圣灵里面，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神比你还知道你家人的需要，但是神会感动你，你家最需要的是什么？让你浸泡在圣灵里面，好不好？我们安静起来，眼睛闭起来，我们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以及十字架的爱跟牺牲。我们祈求圣灵用细微的声音跟你说，你要为你的家摆上怎样的祷告，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如果你有感动到的，你就自己开口来跟主求。我们相信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就是他在这里，并且他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都是他的珍宝。当我们定睛于他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所祷告的必然成就。好吧，我们安静，
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天父，阮感谢你，阮这个时阵为着阮兄弟姊妹，永远会当来遮祈祷会，向你献上感恩。阮相信你的灵帮助阮，互阮开阮的心门，接受你的圣神作为伫阮的心中，也让我们为我们的家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全然的把这重担交托给你，是给我们新的眼光，来看见我们内心为家人所担忧的，好让我们凭信心天天宣告我所求的神要成就，因为我求的是合神心意的，是求神带领，让我家全然的归属于你，让我家每一个成员都喜悦敬拜你，彼此的相爱，成为合神心意基督化的家庭。谢谢你把这祝福放在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也带着建设性的话语、赞美的话语，回到我们的任何的合场，不管是家、是工作、是读书、是教会，让我们活现出基督的荣美来。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最后，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最后的这首诗歌。耶和华，对，耶和华是最喜爱的上帝。一起来拍手。耶和华是最喜乐的上帝。我们从头来唱。你将我的爱哭变为跳舞，将恶病的衣脱去，为我披上喜乐，披上公义。哦，我的灵要传颂你，耶和华我的神。耶
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上帝当你的膀臂扶持你们，让你们天天经历他的同在，并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污秽，成为圣洁，是合神喜悦的，是可以亲近神的，并且有圣灵的引导，让你们天天活出喜乐、平安跟祝福，从今直到永永远远。Amen。好，请坐。OK， 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